有一個姓彭查某人佇咧開醫學美容工作室，不過所使用器材攏是假貨，用俗價請人客來做，而且佫找這無牌醫生赤卡身來甲人客做玻尿酸，貪的上千萬。橋頭地檢署偵結了後，甲這查某頂10個嫌犯起訴，堅稱法院就要不收不法所得。檢調人員進入工作室內底搜查，甲倒電一寡不明藥品攏查走，現場佫查扣誠濟仿冒的醫療器材，包括工作皮膚的變甲病、改善條紋的海普音波、色庫波、酷素冷凍陽極機等，攏是仿冒假冒的。該集團對外謊稱由合法醫師施作，實際上卻由未具醫師資格的人員從事醫療行為，嚴重危害民眾健康安全。橋頭地檢署進前查到一件無照醫美集團詐欺案，4名嫌犯等人為2023年10月開始佇雙北甲高雄這個所在開3間流動醫美工作室，佮違法輸入肉毒桿菌、玻尿酸等藥品醫材，佇網絡用比市價較俗的價錢來招人客，甚至假講由合法的醫師操作，不法獲利將近千萬。對這代志，醫師提醒，這種正俗的療程，才有可能是使用來路不明的假儀器。若無效果，也有可能有燒燙傷還是費用的風險。最怕擔心的就是說，它可能能量的不穩定。如果說能量釋放會非常大的話，可能會引起像我們臉部的燙傷。我們的密醫罪是在我們的醫師法第28條的規定，如果有犯密醫罪的話，是有6個月到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橋頭地檢署23偵結了後，甲4名嫌犯等10個人，依照組織犯罪條例、詐欺醫療法等罪嫌提起公訴。個堅稱法院不收不法所得，衛福部嘛建議民眾一旦善用美容醫學專區，查詢醫美診所甲執業的醫師是不是合法。目前全台灣已經有435間合法登記的診所，攏有納入管理。記者採訪報道。